乡亲是多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你有爱看这个布袋戏无？家己有一阵来自无同领域的朋友，组成一个布袋戏的创意团队，三暝堂团员拢是志工，大部分拢是无布袋戏专业的背景，但是因拢一份热爱布袋戏的心。因的合作下，一身搁一身有创作者灵魂的角色，小连续来诞生。为本地只有茶红仔的展览，到尾啊，就台家己人布袋戏红仔，甚至代表台湾出国来表演，这个规模是愈来愈大。因搁以素人的身份来拍布袋戏的电影，编剧是大学的助理教授，执行导演是轮胎行的头家。大家家己学拍电影甲剪片的技巧，共同来创造出未输互专业的作品。因对布袋戏的热情，咱做伙来看。3、2、1，Q！兴趣就像生病一样，就是一种病，就是治不好。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布袋戏文化，我们非常的引以为傲。混混是我周鸿祎，一呼万里太仙，一得青山水世俗，欲以苦相激扬天。女主角怀有精灵之主，追求各大门派高手的对战，过程中出现英雄相救，甲传统的掌中戏无同，大型精工布袋戏电影柔情似水，表现出江湖正义甲感情的依甜。让喜洋的师傅和喜洋啊有新生命，透过真油的动作甲念目睭，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专业分镜，连骹步甲镜头啊拢有戏。拍片的团队是离家己的出名布袋戏团三味堂。三味堂一开始是由7个对布袋戏很有兴趣的好朋友所组成的，然后大家都有收藏戏偶。后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来试着自己做做看，那就来办展览吧。那没想到一办成名，所以我们才一开始有那种15分钟的小剧场，然后越演越大，开创了台湾布袋戏演出的另外一种形式。2008年设立三味堂，经过12年的岁月，创作出220尊独一无二的布袋戏红仔，编排306个剧本作品，搬过300多场戏。要两出布袋戏的电影，采访小组去到拍片现场，独家去看到三味堂幕后的故事。来，准备，3、2、1，Q！ 哦，这颗好。用铁架甲塑胶草打造简单版的布袋戏的布景图台，人力有限，团队灵魂人物创意总监严仁宏，嘛做工作人员，第三味堂无分你我，成员拢是志工。这里是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也是三味堂拍摄电影的地点。而这里的一草一木也成为他们最天然的道具。爆破场景的沙就是从那边挖的。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图呢，都是取自于表艺中心，用之于表艺中心。它反正撒出去之后就回归大地这样子。玉器量甲玉器真人生死对决，爆破画面好气氛搁较紧张刺激。不过镜头外无翕到是拍片的团队一摆过一摆失败甲拍片。我也这样子啊。不要紧，那是碳酸钙。今天我就播就说。来，3、2、1，Q！ 拍外景都会有一些风啦，会干扰因素太多。你要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就是要求天啊。最多曾经 NG 过几次？10几次，对，到最后好可惜啊，没办法，只能从中选一次最好的。看一次回放。哦，逼风吹得不错。
你看打蒙翔啦，头发卡住了、啊。后悔的啦，你看，对不起。31岁罗风神是布袋戏界真罕见的专业女性的人戏红的师傅，一千重12公斤的布袋戏红啊，伫个手内依然是真灵活有神。虽然罗风神嘛伫其他布袋戏团的工作，不过三位同会做了更加欢喜。工作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家是对布袋戏很有热情，然后你才会去投入。而且我觉得说，他们的剧情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有在，就是你会还是觉得说他会触动你的心。有时候演到那种就是会伤心的戏，你就是会伤心。另外一位人戏的师傅多多老师王文志出身布袋戏世家，自细汉看到大汉有一身的好功夫，伊平时的工作是顶电视台导播，到三味堂毋那是让布袋戏的师傅、戏红的维修师，佫是电影的剪接师。其实我真的 A1 是自学的，而且重点是它都英文版的，我这英文超烂的。就要去查。对，我要去查字典，然后自己去线上查啦，或者是看他那个软体怎么使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就觉得自己怎么有办法这样子。出场的时候把那个先天高人那种气势把它掌握出来，然后你拿高一点。好。这回苏宪彬是这出电影柔情似水的执行导演，为戏红啊要安怎行到分镜，拢是靠家己研究甲经验累积而成。比如说，人家一部影片要看1个小时，我们就要看个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甚至我们可以把它慢动作播放，然后去检视它每一颗镜头是怎么形成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天真。我就想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弄，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拍摄影片这件事情是需要团队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加入三味堂，和苏宪彬完成20多年来的梦想，伫较无10万块的补助下，3个月来无眠无日完成布袋戏的电影。不过伊真正的本业其实是泰雅行的头家。唔惊一条拍，替人客换脸啊，是顺手，这是伫三味堂以外苏宪彬的日常。无啥爱讲话，伊特别介意摄影甲布袋戏，这嘛是伊生命的养分。就是我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和布袋戏有关系，对。包括我现在做的轮胎业，其实也就是为了要支撑我喜欢布袋戏这件事情。兴趣没有经济基础做支撑，是徒劳无功这样。你看米拢出来啊，足香的。泰雅行后壁较无2平空间是苏宪彬的工作室，伊嘛是出名的戏红的雕刻师。工道拢叫伊阿宾西，表示举汽车技师做事的手，举雕刻刀做布袋戏红仔头，感觉是真有路传神。我曾经有，就是外面的轮胎工作做完，然后马上进来开始画那个偶头的那个眉眼。在画的时候，客人进来，然后看到我在做，然后他就说：“阿丽啊，你做这哦，啊你看到他做了，啊这摆搁要做这，啊你真正是能文能武这样子，这之间如何转换，我是没有去想过了。不过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存在了。这就是迄个被时代淘汰的物件啦。会吗？会啊。为什么？很好看啊，劳工时代淘汰。这复赛的呀。哎呀。看我的那个黑历史。怎么说？这件事。对啊，这个就是我以前准备要拍戏的东西啊。看到阿宾赛受众，这团员大家目睭拢紧起来。三味堂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学的助理教授、工厂的作业员，也有护理师等等，拢是热爱布袋戏的人。他现在知道他已经。我们从小因为都是看布袋戏长大，那大家真的是对布袋戏有一种疯狂的执着。我们虽然没有在盈利，可是我们可以用布袋戏做很多事情，包含像很多正面的事。那很多人因为来三妹堂之后，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是做人啊，还是说是
处事情的那些态度都有转变。对，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关着门来自己玩的那一种。对，可是因为现在三面堂还要做推广，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要，就是原本掉了坑之后就变成传教的人。老师都笑说我们是邪教。对啊，我们就是在传达我们的教义这样子，就是我们很喜欢木偶，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也希望你唔通袂去钱，我始终会在厝等你。将来若是有人欺负你，让你无欢喜，随时拢会当转来找我诉苦。一日天，三味堂甲回响乐集合作，到工大学共同演出布袋戏音乐剧，因首创无戏台表演方式，让戏样师傅直接骑上舞台，无这个距离感，互观众更加会使进入剧情。平常电视上看啊，跟真正现场看，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就更有临场感的感觉，然后就会看得很入戏，然后就会跟着情绪就一起带动。能够现场看到，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一种以前的文化一种传承的感觉，跟过去的布袋戏非常不一样。以及早期的布袋戏，大部分在演野台戏的时候都是武戏，都是呢打打杀杀的。可是这个布袋戏呢，它里面有很深的剧情在里面，非常感动人心。所以我看了以后呢，这个眼泪不听使唤就掉下来了。虽然说它慢慢的可能就是走入一个比较思维的状态，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人想要去把它再拉回来。并不一定是要靠三面堂，而是更多不同的新的年轻人。所以我们能够做就是把握好这些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去做传承，怎么样去教导下一代说木偶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快宝。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对，那守护它，实践它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么短暂的生命里，可以有这么如此美好的感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小看布袋戏长大，那布袋戏里面有一些忠孝节义，对朋友要讲义气，对亲人要孝顺，这些观念都一直在教育我们。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布袋戏文化，我们非常的引以为傲。一年非专业的人为家己做真水布袋戏翁仔，到结合音乐剧、亲身人布袋戏翁仔，甚至代表台湾出国表演。一粒热爱布袋戏单纯的心和三味堂的成员集合做伙，共同伝授布袋戏文。当目标愈来愈大，伊嘛一步一步共同完成梦想，打破传统，用家己的方式传承台湾布袋戏文化。